欢收听热力广播电台。今仔日的主题是羽毛球。无毋对，羽毛球早起羽毛会当在空中飞。羽毛球的规则足简单，两位徛咧网仔两边，把球拍过网仔，只要让对方接不住或打出去，就能得分。羽毛球爱做者技术，反应爱好，速度爱快，拍久啊体力会变好。羽毛球的好处组织：第一，稳定专注力；第二，好搭配卡位力量；第三，甲会训练。拍羽毛球时爱注意安全，莫去人济所在拍，安尼才会当安全运动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仔日就分享伫遮结束。希望大家喜欢今仔日的主题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欢迎收听620广播电台，大家再会。